各位街坊老友記，歡迎嚟到人民往事。如果問你喺90年代 TVB 嘅黃金歲月裏面，邊一位男演員嘅氣質最符合翩翩公子、溫潤如玉呢8個字，大家腦海裏面浮現嘅一定係喺1996年版《笑傲江湖》裏面飾演林平之嘅何寶生。佢嘅古裝造型英氣十足，將林平之嘅複雜性格演得入木三分，至今依然係無數劇迷心目中無法超越嘅經典。但比起佢喺電視上面嘅精彩演出，現實中佢嘅人生經歷更加令人瞠目結舌。佢唔單止係一位紅極一時嘅 TVB 當家小生，更加係一位身家過百億嘅豪門富二代。年輕時嘅佢開跑車、住名牌，甚至曾經沉迷賭博，揮金如土。然而就在佢事業正值高峰、手握驚人財富嘅時候，佢居然選擇拋下數以億計嘅家產同璀璨嘅名利場，喺2005年毅然選擇剃度出家，成為一位隱居深山嘅苦行僧。到底係咩原因令一個坐擁無數財富嘅天之驕子看破紅塵？今日就讓我哋用最客觀、最體面嘅情感，一齊嚟拆解何寶生呢段從繁華落盡到皈依佛門嘅傳奇人生。令何寶生事業走向巔峰，亦徹底改變佢人生軌跡嘅，就係1996年 TVB 經典劇集《笑傲江湖》。佢喺劇中飾演嘅林平之，原本係福威鏢局嘅富家少爺，後來經歷慘絕人寰嘅滅門之痛，最終喺名利同復仇裏面迷失。何寶生將林平之前期嘅溫潤如玉同後期嘅偏執陰暗演得入木三分，成為咗無數觀眾心目中嘅最美林平之。但喺拍攝呢部劇嘅過程裏面，何寶生需要深入研究角色從極致繁華走向毀滅嘅心理變化，呢個令佢第一次對人生嘅名利與虛無產生咗深刻嘅反思。恰巧當時喺劇中飾演岳不群嘅資深演員王偉，私底下係一位非常虔誠嘅佛教徒。王偉喺片場不時向何寶生講解佛理，介紹佢閱讀佛經。從未接觸過佛法嘅何寶生，讀完佛經之後，心靈感受到咗前所未有嘅平靜同震撼。佢發現原來世間嘅名利、跑車、豪宅，全部都只係過眼雲煙，無法帶俾人心靈真正嘅大自在。從嗰時開始，佢戒咗賭博同奢華生活，開始茹素、念經，甚至喺自己嘅豪宅裏面設立佛堂，與佛法結下咗不解之緣。隨住對佛法了解越深，何寶生對紅塵名利嘅執着亦越來越淡。2005年，正值事業依然大有可為，家族生意等待接班嘅時候，何寶生做出咗令全香港震驚嘅決定。佢毅然拋下數以億計嘅家產同璀璨嘅明星光環，嚟到大嶼山寶林禪寺正式剃度出家，法號道生。出家之後嘅道生法師徹底與過去奢華嘅豪門生活切割，佢拋棄咗跑車同名牌，穿上簡單嘅布衣僧袍，住喺禪寺後面幾十尺極之簡陋嘅木屋寮屋裏面。每日清晨3、4點就要起身誦經、掃地、種菜，甚至要跟隨僧團出外化緣，過住最純粹嘅苦行僧生活。直到2008年，一宗意外令呢一位隱世清修嘅昔日小生再次震撼全港。當時有賊人潛入寶林禪寺偷竊價值數萬港幣嘅金手鐲，道生法師發現後，赤腳拿住木棍，勇敢地同賊人搏鬥，過程中仲被賊人用鐵棍打傷咗手。警方同傳媒趕到現場報導，大家先至驚覺，原來呢位喺簡陋寮屋裏面清修、甘於平淡嘅和尚，竟然係當年紅透半邊天、手握百億家產嘅 TVB 當家小生何寶生。賊賊事件曝光之後，為咗唔打擾寺門清修，道生法師選擇離開寶林禪寺，開始咗更加雲遊四海、低調修行嘅生活。有人曾經喺國外或者街頭偶遇過佢，只見佢身穿僧袍，面容慈祥，目光平靜，早已冇咗當年豪門少爺嘅浮躁，取而代之嘅係一種超脫世俗嘅大自在。回顧何寶生呢大半生，佢體驗過最頂級嘅物質享受，亦站過娛樂圈嘅閃光燈中心。但佢最令人佩服嘅唔係佢擁有過幾多億財產，而係佢喺認清人生真相之後，有勇氣徹底放下繁華，去追求心靈真正嘅清靜與解脫。佢用自己嘅選擇話俾大家聽，人生最貴嘅從來唔係名利與跑車，而係內心嘅平靜與自在。今日何寶生嘅故事就分享到呢度。睇完整個故事，你最難忘嘅係佢喺《笑傲江湖》裏面飾演嘅林平之，定係佢拋棄百億家產皈依佛門嘅勇氣呢？歡迎喺下方評論區留言，分享你對何寶生嘅回憶同睇法。喜歡我哋分享嘅香港舊事回憶，記得幫忙點個讚、訂閱《人民往事》並開啟小鈴鐺。我哋下期再見。